自5月10號、11號咧，中美約咗喺瑞士會談之後咧，從5月7號開始咧，好明顯係好消息頻頻啦。咁喺呢度咧，我先解讀咗16項珠海嘅樓市政策。咁呢16項我唔全部講晒啦，我集中講幾項俾大家聽下就得啦。咁咧，首先第一咧，我認為以舊換新為主嘅嚇。咁所有嘅政策全部加起嚟咧，都係想舊嘅業主換新嘅樓，所以咧會有好多優化新樓嘅一啲政策啊，譬如係令到新房嘅質量更加高啦，實用率更加好啦，露台啊、陽光等等更加好嘅，咁啊導致到咧希望第一、第二代、第三代嘅住宅嘅人啦去換新樓，其實呢個係最主要刺激成個消費嘅一個目的咯。咁大家會睇到咧，包括城中村嘅改造啊，包括咗最強嘅政府俾錢買家買樓啊，呢個係前所未見㗎，亦都有發展商啦係附和政府啦，政府俾幾多錢，發展商又俾幾多錢，刺激到成個消費嘅一個牽頭啦，亦都係有個重大幫助嘅。咁再加上咧，亦都提供咗咧一個教育嘅入學嘅便利，買咗樓嘅人咧係可以入讀公立學校嘅。咁過往啦，好多人喺珠海度做嘢，但係咧佢嘅孩子咧可能喺外省嘅，因為佢唔係珠海戶籍。咁而家咧，你買咗樓之後咧，喺外省嘅孩子就可以接到去到即係珠海度同爸爸媽媽一齊住，咁變咗啦，又可以讀書，又可以買層樓咧，係刺激到一個消費。咁以上嗰幾個政策咧都非常之強，我覺得係可以帶動到成個消費嘅。咁我認為最強仲有一點嘅。咁雖然刺激到咁多消費者覺得，哎呀，我都見到新樓，我都好想換，我都有層舊樓，我都有房票，我都好想買層樓同個仔一齊住，或者係讀一啲好嘅學校。但係我驚仲未跌喎。咁政府咧亦都出咗一項啦，係收購咗一啲閒置嘅土地，亦都收購咗一啲閒置嘅房屋啦嚟做保障房。即係話除咗個市場供應量會減少之外啦，平無可平嘅一啲發展商啦，佢哋就俾翻政府啦，政府就攞呢啲房屋咧嚟做保障房。咁變相就某程度上話咗俾你聽咧，政府已經收底啦，再平嘅樓咧已經俾晒佢啦。所以今天你買新房咧，第一你可以買到最好嘅樓啦。咁第二咧，你買咧基本上唔會再跌，甚至乎會有止跌回穩，甚至止跌回升嘅一個結論。咁我認為呢16條嘅含義咧，雖然睇落唔係話即時有一個好大嘅好刺激嘅影響，但我認為長期咧係一個相當有效嘅推動政策嚟㗎。咁再加上咧，近期有央行放水啦，降準降0.5啦，提供1萬億出市場，我認為嚟緊可能都會仲會再推出更加多嘅唔同嘅政策去放水啊，刺激消費，刺激成個經濟嘅。咁亦都包括咧，我哋會見到證監會咧，亦都出咗一個鞏固市場回穩嘅向好勢頭啦，亦都加強咗一個生產發展嘅着力點。大力推動中長期資金入市等等咧，一啲穩樓市，亦都有穩股市嘅一啲政策出現咗啦。總結其實我近年咧睇成個市況咧都係相對悲觀嘅，無論係樓市同埋股市。咁但係我見到近排咧出咗咁多政策，嚟緊我認為咧亦都會再有政策去推動嘅情況下咧，其實我近排有少少轉向，我認為可能會變好嘅。咁你又點睇未來個樓市或者股市咧？歡迎大家留言俾我，多謝。